每一天有事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30，帖撒罗尼迦前书39章7节安尼讲：上帝无安排咱着受刑罚，是要互咱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救。三角来祈祷，要互阮得到救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、圣洁无瑕疵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全然败坏的阮，是无地通比、无地多想。主啊，你阁是慈爱良善、慈悲怜悯的天父，伫你的听，用耶稣基督来代替阮，正做赎罪罪来洗清阮，互阮通无阁受审判甲刑罚，也通正做新创造的人。阮只有感谢，阁感谢。主啊，感谢你无定阮的罪，因为安尼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也无阁定阮家己的罪，因为你无安排阮受刑罚，是要互阮通过主耶稣基督来得到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用伊的听来听咱。主耶稣基督来救赎咱，互咱无阁受定罪、受刑罚，因为伊的听要甲咱三个伫地。耶稣听你，属你。